場成交你要知，大家好，美圖秀秀創辦人最近出手買全棟銀座式商廈，到底背後係咩用途呢？咁就要繼續睇落去啦。資深投資者吳振科家族新近以大約6.5億元沽出天后電氣道全棟銀座式商廈亨環天后，物業樓高25層，總樓面大約5.3萬平方尺，尺價超過1.2萬元。新買家係美圖秀秀創辦人蔡文勝。據市場消息指，亨環天后目前出租率大約40%，租客主要係餐廳。蔡文勝日後主要用作自用，發展 AI 業務，開拓創業中心同埋加密貨幣業務等等。有分析就話，因為目前寫字樓價格從高峰期下跌超過一半，所以一啲用家趁價低入市，商廈市場由用家承接嘅比例可能會持續提高。之後再同大家睇更多成交同埋市況，記得留意我哋 channel 啦。